我們的靈魂請仰望上主，他是我們的保障和輔助。上主，求你向我們廣施慈愛，有如我們對你的期待。上主，求你向我們廣施慈愛，有如我們對你的期待。讀經二，我哋會選讀聖福宗徒致弟茂德後書。喺讀經二裏邊講出，喺基督內蒙召嘅人將能分享不朽的生命。恭讀聖保祿宗徒致弟茂德後書。親愛的，你要依賴天主的大能，為福音同我共受勞苦。天主拯救了我們，以聖召召叫了我們，並不是按照我們的行為，而是按照他的決意和恩寵。這恩寵是萬世以前在基督耶穌內賜予我們的，現在藉着我們救主基督耶穌的出現，顯示了出來。基督毀滅了死亡，藉着福音彰顯了不朽的生命。上主的話。感謝天主。福音前歡呼，請大家起立。